所以咱會看到喺這個上英部嘅經啊55.3.4啊，佛嘅道地一個名叫薩拉迦尼，伊是釋迦派嘅人啦。伊死去啦，死去過後了，伊人就問佛啦，講這個薩拉迦尼死去了啊，當今伊出世咗咯。了佛講幾句話，簡單講就是佛講免煩惱啦，薩拉迦尼入道了啦，談到一個了啦，了有嘅人聽到啊，伊人無歡喜啦，因為安怎伊人無歡喜，伊人講啊，這個薩拉迦尼啊，伊收未來啦，了啊，伊個啉酒啦，收未來嘅意思啊，對這個主師講啊，就是講伊下久出家修行啦，出家修行了，伊收未來，伊還俗啦，所以伊人講啊，收未來，了伊啉酒啊，啉酒啊，若是講伊人起哄啊，毋是講伊啉真正酒啦，可能伊啉啊，邪門啦，人看會到啦，所以人未相信啊，講即一個人一個了啦，所以佇即個經內面啊，一個嘅人啊，本會啉酒啦。